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三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总统伫致辞的时讲到讲，台海情势紧张，和平无可能干那靠白纸黑字的协议，着爱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和平。另外，针对中共的航空母舰福建号进前驶过台海，解放军嘛已经证实，咱国国防部是强调讲，咱全程拢有掌握。海军官校，甲新生做伙比战力强的手势。总统赖清德10日出席三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致辞的时阵讲到国际社会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只有透过实力得到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只有透过实力获得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不可能靠让渡主权获得，和平也不可能靠一纸协议就有办法达到。遮侪少年囡仔来读军校，老总统嘛鼓励因要认真学习。伊讲士官是部队的基骨，嘛是官兵沟通的桥梁。本人喜欢团体生活，也同时的很享受当带领同才一起完成该完成的事项所获得的那份成就感。国军有新人加入，持续加强部队的实力，反制中国军事扩张。解放军打造第3架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特别成军。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发布，福建号甲2架驱逐舰11出现伫钓鱼台西北边，差不多200公里的海域，向西南方航行。解放军10日证实，福建号顶一日通过台湾海峡去南海这片训练。有关中共福建号航舰通过台湾海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并且适切应处。针对福建号头一届通过台海，引起区域局势紧张。解放军讲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也让咱国军全程掌握福建号的动态。学者观察，福建号若成军，短期内也无法度加速战力，未来两方若发生冲突，会负责阻挡美国军舰介入台海。美军的那个第3舰队跟后续的增援，当然是说后续来援台的核心战力。所以他如果能够阻止这里的话，阻止这些增援兵力的话，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还是有，只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访问美国，伫驻美代表朱大雷的陪同之下，拜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党派的成员，双方讨论反制中国统战假资讯的行动。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强调讲，会支持台湾的民主甲自由。记者综合报道。